大家好，琴日咧我哋坐喺茅坪同埋五福田之間揾嗰個美麗梳妝啊，相信大家睇得如痴如醉。今日咧我哋過嚟普寧第一尖星、第一高峰摩天石呢度睇一個流堤山水。個流堤山水係同點講咧？佢係講褐形咧，金線吊芙蓉，左邊咧有貴人，右邊有天馬。我哋揾到呢個位置咧，比人哋應該係10零20年前做咗啦。但係咧，我認為呢個點咧係符合嗰個流堤庫，同埋符合我個眼界，只可以咁講啊。至於符唔符合大家睇咧，跟住鏡頭同大家分析。呢個地大南山普寧方向嘅第一尖星，應該都係叫第一格局嘅地。俗語有句話咧，門戶咧有10重鎖，定有皇后居此間。我哋就從呢句話講，作為開篇詞分析賞識呢個地。大家跟住我鏡頭，面前呢個堂角。左右啊，先睇遠嘅先講門戶有10重關鎖先。首先面前呢，青龍展館有2重過嚟，鐘明堂呢有6、7重出嚟啦。依家應該見得到啊，你可以放高少少個鏡頭睇得到。個鐘明堂左關右插，就形成咗內鐘明堂嗰條水就形成咗9曲水出去到壩堤嗰度咧，又形成咗青龍展彎過嚟。青龍出面就白虎又展翻過嚟，出到流沙最遠邊個百姓宮嘅位置見有樓啦，仲有1重青龍展過嚟。佢左邊嘅門戶咧，仲要起有個土星，右邊咧又起有個金星。大大細細咧數咗咧，應該有11重，所以話呢個地咧係敗將封侯個格局，應該呢一點就唔會錯。配合佢摩天石個頂立棗開面立星兩邊嘅夾庫，同埋配合個流堤庫講嘅嘢，應該呢個格局咧係皇后格局，應該就唔會錯噶啦。個人見解應該係普寧第一美地。先睇左邊呢個位置啦，同流堤係啱嘅。個貴人峰大家見唔見到？啱先測咗應該係在子方個貴人峰嚇。貴人峰，然後本身嘅落嚟咧，呢個開個金面上邊摩天石最高峰跌落嚟。近次咧呢條係善逸山啊，嗰層樹呢度係附得好貼身嘅，中間有條微微嘅蝦酥蟹眼水。出去咧本身個帳咧就有大二重，然後出去咧嗰邊咧青龍係個大嘅父母山落嚟咧，呢度有幾重噶啦。左邊有3、4重3、4重到腳下呢度咧就變成普腳嘅個案，有2個1字。出去呢個地方係貴個方向啦見到啦，天馬峰見到啲峰，呢貴個方向，任子貴，豐年都好。再嚟睇右手邊咧，本身父母山落嚟嘅，即係摩天石落嚟嘅。1、2、3有3層沙，可能呢個角度大家平衡睇得唔清楚無人機咧就睇得非常清楚，有3重。出嚟呢個天馬咧呢個天馬其實中間個凹刺嘅地方咧係有啲事嘅。其實個口咧係個天馬，在嗰邊睇係好明顯嘅。如果嚟個摩天石從白虎山嗰邊上嚟咧，大家好明顯出邊有個天馬係好獨秀嘅。所以話咧，佢個格局左邊貴人，右邊天馬。再出去呢個地方咧。再出嚟呢個地方咧係某方又係有起一個天馬峰個頭依家石就平少少。
再正偏右方嗰個地方係大肚坪啊，大肚坪呢個地方就係個近上游天府嘅地方。個門戶嘅格局咧有10重關鎖，然後兩邊鳳簾咧中明堂中明堂咧係兩邊都係登對，啲鳳簾都係有氣勢，夾起個氣勢光起個氣勢啊。正前方咧，正前方個大堂局就係個流沙，因為今日天氣嘅原因個北山北面流沙個北面係有個北山，嗰邊係嗌咗南山，嗰邊大南山，嗰邊北山。北山嗰邊嘅啲鳳簾咧，今日又睇唔到，天氣嘅原因。所話呢個地咧，無論個內中明堂關鎖得好之外，兩邊鳳簾好之外，演朝嗰啲鳳簾今日係睇唔到嘅，係重重起嗰啲鳳簾係非常秀麗嘅。坐喺呢個某方夾某個方嘅位置咧，係睇得揭陽嘅。佢呢個口咧唔成個，雖然低，但係比呢度基本持平，略略持平，略略高少少。出邊咧係揭陽個大方向，所話呢個地咧係氣勢磅礴。有啲人又成日問啦成日講你成日睇堂局就唔拍後龍，因為用個手機拍咧係拍唔到後龍嘅。堂局同埋龍咧有一咁好嘅堂局咧，個龍一樣係好嘅，因為龍同局係配嘅。呢一點大家出嚟行山水你又唔明白咧，其實就好難同你解釋啦。龍要揾局嚟配嘅，有咁好嘅局咧，必然會有咁好嘅龍嘅。有咁好嘅龍咧，一定要揾到呢個好嘅堂局配，呢個地星係正結。一唔係咧，你就要前懷疑下。我哋再回拍個熱星我哋企翻呢度行出嚟回拍嘅熱星，依家係近代做嘅近代做嘅呢個熱星到呢度，大家睇到係咪開個金面比較靚，比較正體，比較標準，係咪先？比較端正。嚟呢度係咪有啲微微打開少少面有坦神出去。啱先企嘅地方出去仲有2-3米，其實都可以推得出去嘅。可能因為高山中人哋個建築同埋個人力物力嘅問題，冇推得咁出。其實坐低喺呢度咧，登高山移平地，兩邊啲沙觀察得非常好所以話我認為呢個地咧係達到拜將封侯個級別。佢呢個偏右少少先係嗰個摩天石好幸運你哋呢個地我以為拍唔到無人機，都有拍嘅航拍版，到時咧對比下欣賞就知道呢個地個人認為嘅土寧第一美地，你哋到時結合睇鍾德強講係值唔值得欣賞，係唔係第一美地大家可以攞其他啲地出嚟對比。呢個雖然係近代作品，我認為係俾人哋中咗。至於作法入貨呢啲向呢啲嘢咧，咁呢啲就正唔正確我哋唔好考究啦。依家係立襟山近兼微丑向正嘅大局，值得大家嚟欣賞呢個地。坐喺摩天石嗰條公路直落嚟就揾得到。